2004年，也是在这样一个金秋10月，上海越剧界为袁雪芬、范瑞娟、傅全香、徐玉兰4位老艺术家举办了舞台生涯70周年系列纪念演出。这次活动取名为“一代风华”。我想，这4个字也是极为准确地反映了4位艺术家的艺术风格和人格魅力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其中的品洁如雪、易复芬的原派专场。熟悉这个名字，袁雪芬。是的，这个名字已经写在越剧史上，记在中国戏曲史上，印在广大观众的心上。和当时的每一个越剧演员一样，他从贫苦的农村走出来，走过了艰难坎坷的道路。清澈的善泉水，流淌的是学戏女孩子的眼泪；漂泊的乌篷船，装载的是他们说不尽的苦难。灯红酒绿的上海滩，他用吃素维护着自己的尊严。血雨腥风的岁月里，他挺起胸膛和黑暗势力抗争。80多年人生的风风雨雨，他坚持清清白白做人，品性洁白如雪。70余载艺术的苦苦求索，他一直认认真真演戏，艺术富裕芬芳。越剧发展很快，其中原因很多，但有一点不能忘记，就是戏剧理论家刘厚生先生说的，越剧在40年代出现了青年革新家袁雪芬。从1942年以来，袁雪芬率先提出建立正规的编导制度，吸引新文艺工作者来参加越剧改革，从而在声腔艺术、表演艺术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。去年文化部为袁雪芬颁发了国家级艺术终身成就奖，就是对她一生贡献的充分肯定。袁雪芬在越剧声腔改革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女子越剧原来的主腔4调腔比较单纯，袁雪芬早期曾受名旦王杏花的影响，但从1942年改革以来，袁雪芬唱的4宫腔就开始有了变化了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1942年11月演唱的《断肠人》中的选段。雨蒙蒙雨水滚往，隐隐草怒望啊，冷静静如银珠珠，红旗旗雨当边。
里的奴衣裳城里里比家乡里，孤单的单身在茶呀房，路迢迢远人间万里，渺茫不见面高堂雪飘飘冰雾追上望月路，倒不是娘我早点见面只听得风里里，风风吹吹，雨霏霏，雨雨茫茫，叮铃咚雷不停，当啷天马响叮当，咚隆隆风吹雨雨动，淅沥沥雨点当晚唱，叮当当红子钟声响，咕隆隆钢声在里唱。肚子里犯了肚子病，端上人月相遇断肠上个世纪40年代，由于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刻，演出的悲剧较多，四宫腔已经难以适应。1943年11月，袁雪芬在演出《香妃》哭头的时候，出于内心的体验，即兴地唱出了激荡人心的新的音调。熟悉京剧的琴师周宝才随即应和，改用了如同京剧二黄的定弦，这一个是唱的荡气回肠，一个是拉的丝丝入扣。就这样，一种新腔开始出现了，这就是后来成为粤剧主腔的彩调腔。好，现在就来听听彩调腔的源头——香妃哭头。平生苦君一名望，想必心中盼望。
调腔把越剧的唱腔音乐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有了彩调腔，越剧才可能演化出诸多的流派。任何新腔都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。彩调腔到了1944年2月，在演出《明月重圆夜》时就比较完整了。当年袁雪芬、徐天鸿、戚雅仙演唱的唱段曾灌制过唱片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3位老艺术家的传人的演唱。儿
小我们为母苦衣裳，才知今日情是此。女儿啊，你真可是情把人伤你且把为我宽一宽。女儿是她是情房，叫我精灵啊我思丧。女儿啊，你快把心事丢开，使我好把心来放我难死。我不能死，我要孝在我的父亲为子，弟弟，我才能对得下父亲。想父母历尽心血抚养我，若真可以带亲生财路，借不听爱莫会自私一时间官交情伤自父亲对你得了病，自己被病把离尽，王姐姐一同回家去，回家端用落天蓝。说来，哎妹妹，你难道对了妹妹好人心？妹妹，姐姐，为
前看到过这张照片吗？石姐妹的照片合影。啊，这是《山河恋》的剧照。一点不错。1947年，由袁雪芬、尹桂芳等10位当时著名的上海的越剧演员发起了联合义演，展示了越剧界团结一致的精神，曾经轰动了当时的上海滩。袁雪芬顾全大局，在戏里边只扮演了一个戏份不多的小丫头，叫季地，但是她和尹桂芳的演唱的送信唱段却至今还在流传。下面就请欣赏青年演员演唱的《送信》。只管对我讲，我何尝与你算不清？事来是我错怪了你，事来是我当得了你，不妨事。小姐，问小姐到此与我过，特地前来送书信。这封书信何人写？那无寿的妹妹名黛英，她不是被人掳去不中啊因，此事我已早知情。那临阵想把我逼他看公他不肯，故所以暗中写好书一封，他要我送与无寿便相信。你把书信交与我，我替你去导与那无寿听。
这是我也想托你打封信，不知小姐肯不肯？你把书信交与我替你送与谁心人？我不是书信，是口信，口信实来呀，我记在心。这封口信要当心，不可失于那旁人听。称我的口，神你的心，你答应要去送要随信。西门的营业月返回，请什么？哦，唉，妹妹。心啊的哦，爷妹呀，我怀你，你不知我想你，你不见我你实话，你不为大，我你说的全是非妇言啊！哦，爷妹啊，我是一见人钟情你，为知你可否将我怜？小心！我是一见就钟情你，对呀，你我正好相爱恋。上个世纪40年代的越剧改革，打出了新越剧的旗帜。新越剧新在哪里呢？新就新在采用了编导制，全部演新戏，即使演老戏也经过整理加工。表演强调写意与写实相结合，用符合人物身份的服饰取代了传统的衣香制，把灯光布景作为综合艺术的元素。《梁祝》这出戏是家喻户晓的古子老戏了。改革中，编导和演员通力合作进行了加工，去除了糟粕，加强了文学性，增强了感染力。哭灵一场中的大段清板和读祭文尤具原派特色。下面就请欣赏《梁祝哀史》哭灵。三爸，你死得好哟！老夫人，昨夜他本意说我是奔我家来了。什么？谁也死了？他完了，这是。老夫人，你就见他一面吧。梁兄。
生已死了，你还来做什么？爸，我知道你怨我恨我，我与两兄吵架却被形同水中，我们早有门呀。你已是马家的生了。你就让我去上一去吧。三宝，你那实是月下的人哎，他终于来看你来了，两兄，明夕上下。小妹做事应待敬语，庆祝祖孙之举，300年兄子临前。愿依稀几场灯火，共享切磋，情同水中你是生死。耳鬓厮磨，经历边此用，呼神飞莫查，所能无情，留意美女相告，几几丝路永好。伤心在妹不能家兄于身前，姊妹不明，兄不能娶妹于归，师兄寡用。父兄长因亡有子，我闻归于灵前，我心灵于八罪，以长伴生前为了子于情，不以算夫闻兮归来，闻兮归来，何必上香？见一见两兄吧，生已死了，不见也罢。帮我，这是我见两兄最后一面呐。老夫人已经答应了他吧？帮我。两
愿见你在我与你同做共守3年啊，总实指望生生世世永相好。我知道天中人愿良缘配啊，谁知晓姻缘谱上命不呀表。我知道你我与老没来做，谁知晓西家比较无呀娇。我指望生肖怪的来年去，谁知晓必到明哦，就团恰恰。我指望红中高山无良笑，谁知晓啊，把一束来凋谢。梁兄啊，你为我刻过相思拼不起，我恰是靠情官府负压了啊，泪里曾永绝，因娘祖根良心了本两兄就有是挂在心，你一言必来一言真，莫不是抛不下堂上慈爱的老娘亲。你一言必来一言真，莫不是抛不下满腹自己尽手份。你一言必来一言真，莫不是抛不下生你养你无教啊真。你一言必来一言真，莫不是抛不下竹林有山那总相亲。你一言必来一言真，莫不是抛不下先生是不教配恩。一言必来一言真，莫不是抛不下家有手足本长情。这不是嘞，那不是莫非是你抛
下应得哦，你真。这出戏吧，知道吗？这是1946年演出的《凄凉辽宫乐》，很有艺术特色。是啊，这出戏不但在艺术上很有特色，而且还有特殊的意义。当年参加国共和谈的周恩来副主席，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到剧场去看过这出戏，对越剧拥有这么多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事后说，有观众就有力量。他部署地下党，关心越剧界，越剧也正是在党的关怀下才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。下面就请欣赏凄凉辽宫乐的选段《死别》。少妃爷，连累娘娘，谁给万死？谁得来向娘娘拜别了？少妃爷，再过一刻，你我都难逃一死。你有什么话，快说。你起来，我不愿意看见你跪在我的面前。我从此不再是娘娘，你也不再是臣子了。是啊，臣死无罪，可是神的老母无人照顾了啊！为
娘娘容貌似无双，空的是你我的伟大不同，恨的是我与万岁都是人，叹的是我为何生长在穷苦中，苦的是我心山有余力不足，怨的是我不能与你夫妻同。想当初回报给吞吐虚荣，把君王宠啊，从此是好是非鸟声万隆。宫中哪里有真心爱？夫妻各种情落空，君王是三宫六院不足及，并非是少有百姓百姓命儿送，虚伪里尽想他山，都是那争权特立的呀，抢那功。在越剧改革的那6年半中，严雪芬演出了80个剧目。她和越剧界的姐妹们以及编导、音美一起，通过改革，促使越剧实现了向现代都市剧场艺术的转型，并且冲破黑暗，迎来了光明。1949年，27岁的袁雪芬和戏曲大师梅兰芳、周信芳、程砚秋等一起作为特邀代表，参加了第1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，这是全体越剧界的光荣。1952年，第1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期间，他是7位被授予荣誉奖的戏曲艺术家之一。1953年，他和范瑞娟主演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
拍摄成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，并且在国际上为祖国赢得了荣誉。在新的时代，袁雪芬并没有停止创新的步伐，她在声腔上不断的创新，在艺术上精益求精，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。在1950年拍摄的电影《相思树》中，袁雪芬在唱腔上又有了新的突破。现在请欣赏由华宜清饰演的甄夫。门外阵阵西北风，风开茶门内，生死汹涌。风来风往多心酸，千里只要转一转啊！风儿啊，你可否与我唱小戏，把玉树带与暖相逢啊！只可惜只为金铺两行梦，不能来信与何用？爹娘啊，爹，你可知我绣的那个玉树纪念，这真真实实都是为亲弟弟血泪1959年，袁雪芬为了塑造巾帼英雄梁红玉的形象，在唱腔设计中吸收了豫剧、洋剧、绍剧、徽剧的某些音调，揉为一体。琴师周柏林在拖腔伴奏中，用4名男词的音调润色，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西调腔的6字调，准确地体现了人物的深情和豪迈的英雄气概。下面就请欣赏陶琦舞群演唱的《双列骑夸夫》。纵马生涯20层，木船几前坐地经，老苏3年天真，为与将军提家人。实在万分细数声，愿何啥事不见身。相是平日去了，不收一金袍彩帐门。呀，他那里寂寞将心，放下风露冷。
夫人，你还没有睡吗？相公为人其身真能实在，只是连累夫臣了。嗨，都20年了，还是什么连累不连累呀20年了，流光似水，匆马空匆，一转眼已是20年了。是啊，相公今夜陪的三酒，与相公同饮，不外是送我大公苦臣儿，这知其意。还有其儿么？说出来，相公要笑话的。不笑不笑，我不笑就是了。那是庆贺我自己的呀。夫人还有什么喜事吗？真是下官粗心大意了哦。相公啊，曾记得当年金口初相逢，看见你国家暌违担了用，相公为国去从军，现在身归少时梦。这20年来沙场虚，谁立下这汗马专功？相公你立功勋足不等容，前听我讨风云起附庸，虽然是位高权重。上思亲，有心匆匆，为家何事才高？权重正气得放纵，西京在青年间用杀人痛，神庙双。自会令大将威风，不须自夸相公，为此配得酒两盅，一五年相公妙作金元兄，这儿儿做事身为严。20年夫妻今日夸，陪人听见你脸不红。谢夫人，湘剧是越剧的经典，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，在国内外演出受到高度的评价。严雪芬根据典雅清丽的诗句风格，采取了新颖的音乐词汇，在唱腔上的改革幅度较大，表演上也细腻地刻画了人物的内心。下面请欣赏《西厢记》的琴心。趁醉伤心人劝酒，两小团圆是平静。只见这与掌声约定，他在西厢月下弹琴，我与小姐们到花园烧香。怎么我进到花园，他还没有来呀？等我唤他一声，啊，小姐快来！
你看今年月色多好啊！月儿啊月儿，你又出来做什么？望星空，冰冷杂用功，不相见。好香吧？莫非是他？啊，红娘，红娘，你听，这是什么香啊？哎呀，红娘听不出来。小姐，你是谁呀？我这里不应拖对宝鸡玲珑，不是的，莫不是金土对官配叮咚，也不像。莫不是风吹天马银线通，莫不是那繁华宫殿夜明中，也不是。小姐，这声音好像是在那边你再仔细的听啊。我这里心生
你在这里少想，我去看看老夫人，她睡了没有？不足天机当枪把仗神勇，他不要跟上我离空，他不身高啊，把风雨龙空，他家是儿女的在心好长康中。他是一种非种，独自为搅乱之风谁自用？他却比中我一同，分明是把老魏过西东，关外一曲断肠意，只因千古痴心同心，谁不愿中？听讲外自有生息，定是小气。唉，昔日司马相子征南一去，名曰王居王。小生弃官时曾相识，只是小姐你呀，说文句你是何必得上你呀？待我将此去谈来。玉梅神勇，坚贞不忘，一生不见勇，是子是光，风雕将勇，四海去往，府内家人勇，爸爸在东江，张金培育勇，一生走长，多得玉璧勇，是我人办得好是办得好，今夜今日起，叫人听了不觉泪下。唉，夫人忘恩为你，万次旁边，这是小姐你呀，你不该受还我。哎呀，张生啊，张生，昨日你出院我了，恨新娘她变了瓜娘，
是我也叫你公，岂用我女儿家去乱用？母亲啊，你可不应心龙人痛，那官人将儿追送，终击到丞相儿割断了云山，几万重只有高堂泪蒙中。袁老师在声腔艺术方面的创造真是丰富多彩啊！这些创造已经成为越剧的共同财富。我听下来有个感觉，虽然这些唱段都是袁派的代表作，可风采各异，互不雷同哦。是啊，袁雪芬注重的是塑造人物，不同的人物唱腔自然不同。流派要流才有活力啊！从袁派中就流出了气派、吕派、金派、张派。袁老师常说，一个演员最大的幸福，就是在舞台上能塑造站得住、传得下来的人物。像崔莺莺、祥林嫂这些形象，是值得用毕生的心血去加工的。祥林嫂这出戏，从1946年到1978年就大改过4次。说到祥林嫂，她不但是新越剧的里程碑，也是越剧的经典，是袁雪芬艺术观和艺术水准的集中体现。这出戏不但是戏曲舞台上第一部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剧目，而且在声腔艺术和表演艺术上，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。让我们来欣赏几段祥林嫂中不同的片段。小丽，乡里不是话你可听到啊？他要为我到家，有了这上两天，明天就要相上家。做这事情我怎么过？你叫苦命是何好？人说道有爹娘有子长，我乃是无爹无娘无有啊靠。乡啊，乡啊，我从小到你家里来，上山不停到今朝，这指望苦到心头，终有天啊，才知道你
年轻多名将我跑，从此苦命父子方这指望，佛事步步能到老，步步嘛无能成，今我能千苦万难我不怕，怕只怕养我去在家。看那张家媳妇离家少，与我一般扶照耀，全都是陪伴无奈再婚家呀，恰为人人少女风到今朝，我宁死不做在家务，我这遇到户部跟前缺高，全部不年年注定不卖我情愿做女做马，千里送达一人挑啊！户部3年不惜钱，他真正向我去卖呀！看来是婆婆她本在在此一定总算我识破了自己一路老啊！气大，蒋老佩，你不能害我啊！我怎么害你？我花了许多财力都不去杀他，你还心思迷惑，闹出一条人命来，这不是害我吗？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！你到哪里去？这里就是你的家，你叫我说多，我会对你好的。谁才是你蒋老佩？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！哎，都是为老了，为什么事先不讲好呢？你们为不讲好，你们起后来抢我来，还会不讲好？
讲到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呀！真是天晓得啦！我老罗今年为了30多，这公子的红衣碰大苦，我虽是身上三呀一出婚，强兄把让我不为做，讲到这。我老罗从小父母上帮助，前靠兄长不养我，独自为少爷苦菜难耕作，我只得深山林当阿父。长夜到男子30成家女，因此上拜托老拉妹来做，这指望高高兴兴配夫有才子，吵吵闹闹起风波。那王花闺女多少，你寻常我苦命寡妇强为呀老拉昨日他空我，事到今日我才清楚，他骗我姑娘不肯家山里老，有一位寡妇倒不错，他说你收钱家业城中儿，出人看见就在梦，家贫富艰难算卦，你自己愿意家丈夫。我自己愿意躲你个辣子。他万岁一为乡里万丈夫，二为小叔讨媳妇，我花去彩礼80千，下买千万不算数。80千是80千，你还不知道？我不做强好不做臣，你看我80千钱是从哪里来？来这里翻山越岭去不干，风餐露宿萝卜叶。本是积蓄，本是劫，平平扯龙哎，一人是同行挂做成双对，我老罗一场欢喜3人对，这年心血化成灰，今生我想再把希望给，我是娶妻不成犯奸诈，还落得一个强盗配。
少许去我来，那狠心人得了我的满身心，海老罗他犯下了一身罪，我恨辣子冤婆婆，我不应该翻江老路来责怪，只见他有时懊恼，他有时会多做一旁打了眼，倒叫我要是不能吃药，归无家归，要闹与不能闹，要陪无前辈，这真是罪孽来来，我虑也难啊。进退两难我真我好命苦，我好命苦。哭嘛，不要哭，我会对你好的。不要哭，身穷嘛，身体倒是了解我。你还可以查吧？那你的账4万万呢？咋不要紧，只要我们能吃苦，咋总有办法。我们有的是力气哟。祥林少宽何老老，心地善良真不错，只要常常勤劳多，夫妻能。
改革不断求索的一生，是艺术上不断攀登的一生，为粤剧做出无私奉献的一生。他播种的是希望，收获的是粤剧的辉煌，赢得的是海内外观众的敬重。现在，我们请出最敬爱的老师袁雪芬。亲爱的观众，我坐在观众这里观看万千。我是16岁到上海的，这个城市为我打开了眼界。尽管我遭到很多灾难，但在有些改革当中也受到挫折，可我得到有广大观众的支持。有好多前辈对我指教，我们的第强党玉林先生、杨玉谦、洪生先生一大批前辈对我关照，这是我们敬爱的剧总理对我的关心，我不会忘记。我在这里，我总感觉到我为人民贡献太少，而是人民给我太多。我再一次谢谢大家。我最近写了一首关乡普渡的不想死的诗：演艺生涯70年，酸甜苦辣皆尝遍，我辈改革在20，转眼已是毛地年。举手举几去路，不平白骨长啸天。inn切寄望后为在，勇担奉献唱新篇。现在，粤剧的时代传人来向他们的老院长严雪芬老师献花来了。袁老师，我代表第一代学生子向侬祝健康长寿。谢谢。袁老师，谢谢。我代表解放后培养的第2代的演员，第1代男演员，向你致敬。谢谢。受人民艺术家、上海粤剧改革的创始人袁雪芬老师学习致敬。谢谢。我们是50家进来的，成立起后开创粤剧新局面。我们袁老师，谢谢。我们是74年进粤剧院协管的，谢。我们一定会让粤剧男女合演这朵花越开越绚丽。谢。李老师，谢。我是87年进入上海豫剧院的，人品、艺品，老师你都是我们的楷模。谢。任老师，我们是1998年进入上海粤剧院的，老师愿一曲芬芳，源远流长。老师的流派我们会继承，但是我们更会学习你的创新精神。谢。袁老师，我们是2001年进入上海粤剧院的。袁老师粤剧泰斗，德艺双馨，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榜样。愿袁老师的身体像您的艺术一样永葆青春。谢。袁老师，我们是2003年进入粤剧院的，师恩难忘。老师的教诲我们永记心头。谢谢你们。好，你们好，好的小朋友，你们太好了，谢谢你们，你们是祖国的花朵，愿你们健康的成长，谢谢。一曲感怀之中，今天的节目也要和您说再见了。明天同一时刻，经典回眸将为您带来一代风华袁雪芬、范瑞娟、傅全香、徐玉兰舞台生涯70周年系列演出当中另外2场须眉英姿展风范派专场，以及他在从中笑傅派专场。我们明天再见。